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7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12节到22节，撒母耳下传11章22到27节，罗马书15章22到3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人的计划。咱有一句俗语话讲人算不如天算，意思就是讲人是有限的啦吼。虽然有真侪人认为家己真有权柄，会当控制某一寡层面，但是真正人敢会当来计划控制所有的代志，当然是无可能啦吼。虽然加州政府伫6月16日开始全面来重新开放吼，最近因为各国的疫情佮再度的升温啦吼，加州政府也佮一摆来宣布讲，这个室内要有口暗令吼。疫情并无法度亲像官员的想法真简单吼，一切伫计划中间遮尔容易就会当控制。咱会当了解，大家拢真期待经济正常的运作，但是若是疫情无法度完全的控制，失去性命，搭讨来的经济活动的需求呢？但是真可惜的是，亲像咱咧看讲洛杉矶县的警察局。因决定违抗加州政府的命令，因讲戴喙暗无有这个科学的根据，所以因决定抗命，要执行喙暗的令。安尼计划是毋是会当帮咱防疫呢？也就是讲会佫带来佫较大的危机。伫台湾咱也会当看到讲疫情虽然渐渐受到控制，但是无法度好好控制的，却是遐资源上丰富、自认为足有气力的所在才会首长。咱倒转来看圣经的记载，大卫王因为贪恋女色，来设计将伊手下的将军乌利亚送去前线，并且害伊去互杀死。看起来真正是天衣无缝的这个计划，但是因为虽然安尼，这个夺去乌利亚的性命因为安尼来夺去这个乌利亚太太别西巴，佮将伊来带入伫王宫内底。大卫王受到这个情欲来冲昏头的时阵，伊袂记得伊性命中间佫有一个佫较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上帝。当咱常常引起俗语话咧讲人咧做，天咧看，但是真侪人却袂记得这点，总是掠做家己所做的会当稳重起来。会当无互人知影，亲像台北安尼共款，会当无去互看到安尼吼。其实遮个人拢袂记得上帝的存在啦吼。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的话，也是安尼来摕着。伫路加福音12章第1节到第3节，耶稣咧讲，即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来吞打。耶稣佮讲。先对门徒讲，恁着爱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惹勘的事无显露出来，稳重的事无互人知。所以因为安尼，恁伫暗中所讲的话，将要伫迄个明的所在互人听见；伫室内假耳孔所讲的，要伫厝顶互人来宣扬。迄个意思真清楚，就是讲无有任何的事会当伫上帝的面头前来稳重。人的计划袂当来违抗上帝的计划。要安怎互咱来会通对这个律法的了解啦？也是讲咱对一般这个律法的了解，就是讲一般的法律的规定呢，袂当
甲宪法相违背。就信仰来讲，就是讲咱的想法袂当违背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好哪亲像咱的宪法。伫上帝的计划中间，就是咱的方向。人的计划袂当违背上帝的计划，这基本上已经是真明白的事。保罗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人，伊也真有计划，嘛真有看法，阁有愿望的人。但是伊同时阵，伊嘛是一个非常顺服上帝的奴仆。伊接受上帝的旨意，袂去违背伊。伫保罗的宣教旅程的中间，伊有几啊摆改变家己的计划，就是真简单，因为信心无稳准。就咱来讲，用《使徒行传》16章第60到第10节的记载，咱来回顾保罗的顺服。第60伊讲，圣神既然禁止因伫亚细亚传道，因就经过弗利加、加勒泰一带的所在。到着美西亚的边界，因想要这个必推尼去，迄个耶稣的灵却无允准因就越过这个美西亚，到伫特罗亚去。伫民间有异象现伫互保罗看，有一个马其顿人咧徛咧求伊，请你过来马其顿帮衬阮。保罗去看见这个异象，就时时去到马其顿遐，领做上帝调阮的传福音，互遐的人。所以咱看见保罗是顺服上帝的计划，无有坚持家己的计划。伫今仔日的经文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也记载保罗心中另外一个计划。伊久长以来拢真愿望会当计划到去这个罗马，但是伊讲伊坐摆拄着阻挡，所以袂当来实践。是啥物人阻挡保罗罗马之行？当然是上帝，因为伊的时间还袂到。虽然保罗有安尼计划，咱看去圣经讲，但是我坐摆拄着阻挡，袂当到恁遐去。我愿望现在就去。是我往西班牙的路中，顺便起来看恁，等我办完这事，要将这所有的青人交付清楚以后，阮就要来去恁迄所在，到西班牙去。但事实上，亲像伊要去弗利加、甲加勒泰一带共款，上帝有家己的计划，无互伊去。25来讲，但是为了接这个真济信徒的代志，阮现在必须爱去耶路撒冷，因为马其顿甲阿加亚的教会欢喜捐笔一笔钱来帮助耶路撒冷信徒遐个送香的人，所以老尾伊就决志来顺服。伊讲，上帝若允准，阮就会当欢欢喜喜去看恁，伫恁的中间来歇困一段时间。愿赐平安的上帝，甲恁三个伫地，阿门。所以咱会当看见着即个真无共款保罗的心志，伊就是顺服上帝的计划，毋是顺服人的计划。咱伫前几天看到台湾东京奥运的选手出发到伫东京，也发生一寡故事啦吼。伫带领行政人员，因所坐是较高级的商务舱，辛苦比赛这选手却坐伫这个经济舱，引起社会的讨论甲这个追究责任啦吼。原底感觉无人会知即项代志的一种官场文化，一般的完美计划，却因为安尼一个简单的相片，就去互来暴露出来。好咱亲像台北共款，伊俩做伊即个贪婪美食的即种计划，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无有人会当知，无有人会当有伊的办法。但是事实上并毋是安尼吼。
这个事件其实真值得基督徒你我的警醒，千万毋通掠做讲啊，咱的计划是完美的，拢无人会知影。基督徒只有来军队顺服上帝的计划，其实才是智慧的做法。